的位置不一样，声音也不一样。你看，你用那个椰子壳的，椰子买来那个是里面的挖个洞，倒出那个椰子水嘛，还有那个很冷的性寒啊，哦。哦，才一个月在卸票呢。哦，这一直壳了哈，然后切一些盖那个薄板。哦，这个很硬的塑胶薄板，这是桌面哦，保护面那个薄板，物尽其用，不是破坏桌子哦，是人家那个老旧桌子上面这一层薄板，帮我剪一些来盖这个盖一只壳，用那个哈，你看这个喉咙药小瓶子来做支撑撑高的前线的功用。哦，你看这个是自化剪走那个木板，自化剪走那个木头木棍哦。你看这个五金行买那个问号性弯钩呢，那个有螺丝钉的，有螺丝钉有螺丝的可以转进去的，可以把这个塑胶绳线固定，还转紧呢，转紧，声音就不一样。你看盖这个薄板就是这个了。你看这个桌面上有一层塑胶的薄板，就是这种。那有的桌子久了坏掉了，薄板就脱落了，要拿来用了，物尽其用，不是破坏桌子。这个如果就绑着带子了哈，绑着带子挂在脖子，然后就好操作了。手就可以按了，移动那个位置，声音就不一样。现在还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要按哪里，如果知道的话更好。可以用简谱来做练习。你看那吉他有6条弦的，有12条弦的，可以去手机的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搜寻简谱钢琴，下载安装以后，手机荧幕就会有那个钢琴键盘可以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有正常音，有高音，有低音，然后拿简谱来做练习。哦，这个薄片哦，效果比较好，声音就很小。你看这个也不必盖得很，也不必封得很紧，直接用那个透明胶带把它封起来，固定好。你看，你可以用指甲来弹那个弦，这个位置不一样，往后推一点，声音又不一样了。自得其乐，还加了一个螺丝啊，要固定这个杆子。
接着螺丝钉钻进去，然后会跟那个杆子绑好固定。有的杆子比较细的哈，就可以这里钻个洞啊，然后出来呀，锯个凹痕啊，这个弦线就可以绕着这个凹痕啊，把它绑住了，固定。制作乐器哈，自弹自唱，自得其乐，自得其乐，这对肝脏也有帮助哦。春生夏长，肝脏喜欢喜气哦。春天的时候，你看弹这个更好。春天有喜气、喜乐的心、喜悦的心情，对肝脏都有帮助，还可以抗忧郁哦。抗忧郁啊，太忧郁可能都是只有想自己的事情。只有关心自己，太钻牛角尖才会忧郁。应该要做志工啊，做义工啊，做志工接近人群啊，为人服务啊，就可以比较不会忧郁哦。可以带一罐到道场，要跟你有缘的道场。到庙会，你看沾喜人气啊，可以抗忧郁。